好，消息翻嚟啦。係啊，咁就即係我諗要講成 part 呢首金柳曲，其實就係我本來就預備喺清朝的皇帝入邊講嘅，但係實在太長呢個故仔，而且佢係兩首詞，冇辦法唔另外開，即係呢個故事係即係咁樣，因為佢係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啊！我哋以前嗰啲細個嗰陣時，人哋同我哋講，即係所謂讀出詩表而不下淚者，是為不忠，你知唔知啊？讀陳情表而不下淚者，是為不孝，即係咁樣。咁如果講友情嘅咧，佢哋咧就係恭吹呢個李陵答蘇武書，即係咁樣。咁呢一個咧，又係呢佢話足以比呢個李陵答蘇武書呢首金柳曲嗰個故事係。就講翻喺順治14年嗰年，即係呢個南直帝啊，即係話呢一個南京嗰個鄉試嗰個主考官。一個就姓方嘅，一個就姓錢嘅。咁嗰年呢，就係相傳佢哋收咗人哋嘅賄賂，係放咗好多唔應該中舉人嘅人呢，就中舉人；好多應該中舉人嘅呢，就中唔到舉人。咁於是呢，就有人呢，就作咗寫咗一出戲，就叫《萬金記》。個萬字呢，就影射嗰個姓方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個金呢，就影射嗰個姓錢嘅。嗰部戲呢，係寫得非常之好嘅。結果咧係順治都睇過，即係咁樣樣。哇！咁當堂大鑊，你知唔知啊？於是咧順治咧就係下令將為南圍嘅舉子啊1000幾人全部押去北京重考。你知唔知啊？順治親臨重考，即係咁樣樣。而係咧，每一個人後邊企住2個兵喺度，你知唔知啊？驚你作弊啊！拎住銅像，邊個敢裝隔籬咧？就一棍搏落去，就搏 Q 斷佢，即係你知唔知啊？廬刀，即係咁樣樣。咁呢度咧就講緊有一條友叫吳兆軒，字漢遮，呢個係叫江左3鳳凰之一，嗰陣時係即係江南最出名嘅3個才子之一嚟嘅，其中呢條友係即係咁樣樣。咁另外有一個同佢齊名嘅就係3鳳凰，其中另外一個就係顧貞觀。咁嗰日結果係點咧？吳兆軒喺武士嘅壓解之下，佢就發高燒，就手震，根本就寫唔到字，即係咁樣樣。咁當然啦，佢係即係江咗3鳳凰，就係梗係唔會即係作弊嘅，即係佢係唔需要作弊。結果交咗白卷，交咗白卷咧就判咗佢充軍。喂，根本係全家去充軍。後來咧，即係佢哋其他啲朋友咧就賣晒啲嘢去救佢，就救咗佢啲家人。佢就充軍去咗靈古塔。大家知道靈古塔係一笪幾 Q 大鑊嘅地方。呢個係喺東北最邊緣嘅地方，即係咁樣，即係等於啊！我聽見啊譚博士去過龍翔澤啫嘛，即係呢個黃楊去到龍翔澤，佢翻嚟揾唔到嗰個官廳喺邊度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荒蕪都係咁樣。靈古塔啊，佢話簡直唔係人住嘅地方，即係咁樣係喺黑龍江森林入邊，即係咁樣係，即係住到個大鑊。咁結果一充軍充咗幾多年咧？即係咁樣。喺順治15年重考，喂，去到康熙充軍充咗20年，即係咁樣，已經充咗20年，但係終身流放，唔准翻嚟，即係咁樣係20年，仲係冇希望翻嚟。咁顧貞觀咧，後來咧就中咗進士咧，就係幫教一條友書，就係呢一個入咗呢個納蘭明珠個府邸入邊。變咗納蘭性德嘅教師。其實我上個禮拜講清朝的皇帝有講到，就係一時唔記得咗。其實就係嗰陣時嘅大臣入邊咧，郭孤賢、納蘭明珠係一個大嘅權臣。納蘭明珠嘅權勢去到點？納蘭明珠嘅權勢去到點咧？有一樣嘢我講，你想象下就知。佢門下有個奴隸，嗰個奴隸咧就叫做安琪，字宜州。係清朝最出名嘅收藏家，已經係收藏啲咩嘅？請問書畫啊，即係金石啊嗰啲。如果大家睇見嗰度有個印係吸住宜州咧，就呢樣嘢咧就基本係真嘅，即係咁樣係。佢嘅奴才咧已經可以咧係有錢到咁囂張，咁囂張法係清朝最出名嘅3個收藏家之一。呢個係韓國人嚟喎，
係啊，係高麗人嚟喎，係嗰啲即係皇太極去捉翻嚟嗰啲高麗人嘅後代嚟喎。咁樣呢一個明珠啊，佢嗰個納蘭性德，大家都知道，我曾經喺納蘭性德個詞度有約略莫提過呢件事。咁結果咧，就納蘭佢就去求納蘭性德，有冇辦法幫我救呢一個吳兆軒翻嚟？納蘭性德話：喂，呢件事咧係佢爸爸都唔得，點解咧？因為係順治欽定嘅案，如果推翻順治欽定嘅案咧，就係即係大不孝嚟噶嘛？呢個係原理上嘅不孝嚟噶嘛？即係順治定嘅案係即係咁樣。納蘭性德話：你俾10年我搞下啦。佢係康熙御前大都侍衛啊嘛，即係呢一個納蘭性德係。咁呢個古貞觀就話10年佢死咗咯，已經係佢冇10年命咯。呢一個係已經喺靈虎塔，即係已經過咗20年。咁於是就俾寫咗呢兩首詞，呢一個俾呢一個納蘭性德睇，納蘭性德最後即係佢就話係納蘭性德話，即係呢個真係可以俾李陵答蘇無書嘅呢個金柳曲，即係講兩個人之間嘅交情。貴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平生萬事哪堪回首？行路悠悠誰慰藉？母老家貧子幼，記不起從前杯酒。離沒博人應見慣，總輸他翻雲覆雨手。冰雨雪，周旋久。嗱，我今日試探一個大學生，咁就佢中文即係入大學嗰時攞詩，我睇下佢讀唔讀得到呢個詞。結果啲字多數識，但係啲典故冚唪唥唔識，即係其實好奇怪嘅啫。即係呢啲典故係好普通嘅典故，即係一講貴子就即係姓吳，你知唔知啊？啲人梗係唔識嘅，真係奇怪。呢個因為係吳國呢個貴澤啊嘛，知唔知啊？賢靈貴子啊嘛。我哋譬如話一講呢一個本初咁就即係姓袁，你知唔知啊？千里草就係姓董，但係而家啲人哋完全呢啲咁嘅典故都唔識，即係掛劍嗰個咪賢靈貴子咯。即係講貴子，即係表暗示姓吳，即係表示姓吳嘅貴子。你而家仲平唔平安？便歸來，平生萬事啊！而家翻嚟經過咗咁多事，邊度堪回首咧？多行路你充軍嘅嗰陣時候，行路悠悠。誰慰藉？有邊個可以慰藉你？我應該去陪你去慰藉，但做唔到。點解啊？母老家貧子幼，3個字。第一，我媽媽老；第二，我屋企窮；第三，我個仔細，記不起從前杯酒。我兩個一齊飲嗰杯酒，我冇辦法記得起。離沒博人應見慣。喂，嗰啲鬼妖魔去害人咧，我哋見過。呢個係落。嗱，後邊呼應嘅吓，呢個係杜甫寫離沒起人過啊嘛，即係嗰個你個靈魂翻嚟咧，就會俾嗰啲鬼咧係，其實就講嗰啲壞人啊，離沒博人應見慣啊，啲咁嘅即係妖魔鬼怪害人咧就見慣，總輸他翻雲覆雨手，何況仲係有啲壞人，有喺朝廷好大勢力嘅翻雲覆雨，係一定要害死你為止啊！冰與雪。周旋久，哇！你嗰度係長年嘅，即係冰天雪地嘅靈虎塔，過咗20年，咁後邊嗰句其實係我哋好中意用嘅嘢。淚痕莫敵牛衣透，數天涯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夠？比自紅顏多夢薄，更不如今還有。只絕菜苦寒難受，20載包雖成一諾。盼烏頭馬國中相救，自此後君懷袖。淚痕莫敵牛衣透，為嗰啲牛着嘅衫啊！呢個典故係用粗麻織成嘅，喊到連個牛衣咧都濕到透晒。將佢哋其實成日都用嘅呢一句係好常用嘅典故。淚痕莫，即係其實嗰個人好窮，同我臨死嗰時喺個牛衣度喊，就係將呢個就係同老婆喊咧，就叫老嘅牛衣對音。淚痕莫敵，淚痕慘到連牛衣都喊濕晒。數天涯，而家一個喺天涯，我同你一個喺海角，依然骨肉幾家能夠？依然有幾多人能夠保持到呢種好似親如骨肉咁樣嘅關係咧？
呢個才人咧就好似紅顏咁樣多夢薄，你知唔知啊？成日咧就係咁多嘅折磨噶啦，止絕菜苦寒難受。你去到絕域嗰度，你係幾咁凍呢？20年前我話過救你，呢個新包腮話會復楚，20載包須成一諾。我對你嘅承諾係到而家都未能夠做得到。嗰個條件係難到點啊？呢個就係太子丹荊軻嘅典故，盼烏頭馬國終相救。有人 set 一個咁難嘅條件，然後先至能夠救你翻嚟。嗰個就係太子丹自細同埋秦始皇玩大嘅兩個都係人質。後來佢就轉挑咗去秦國嗰度做人質，兩個大咗啦。佢叫秦始皇放佢，秦始皇話放你得。而家有3個條件，就叫做烏頭白，馬生角，天羽縮。除非嘅烏鴉變咗白頭嘅，你知唔知啊？隻馬生個角，天落啲谷出嚟啦，即係咁。所以太子丹就結果偷走就好嬌嬲秦始皇，你知唔知啊？有人係列出啲咁毒辣嘅條件啊，然後你先至可以翻嚟啊！烏頭馬國終相救，自此後君懷袖。我寫呢封信，你真係長期擺喺個袖入邊可以睇。好啦，講到由你講到自己個金柳曲第2部，我亦飄零久，我亦都係過咗飄零。10年來，心因付盡，死生絲繡，宿昔誓命非忝攝。試看道陵消瘦，曾不減夜郎殘瘦。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凄涼否？千萬恨從君否？但係個問題就我應承救你之後呢20年，我自己亦都係咁慘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我亦飄零久，10年來冇辦法做到任何嘢，心因付盡。死生絲繡，我同你係在絲同埋繡之間。宿昔齊名非忝攝，當日我同你係齊名嘅，當咗3鳳凰。呢個唔係偷翻嚟嘅名。咁呢度咧，佢就回應翻，係講翻杜甫同埋李白嗰個感情。試看道陵消瘦，我哋見到杜甫為咗邊一個壽？曾不減夜郎殘瘦。雖然杜甫係幾瘦，佢永遠都唔會減少懷念喺夜郎嗰個人李白嘅優秀。你知唔知啊？我雖然係咁慘，但係冇一刻會忘記咗充軍嗰個人。薄命長辭知己別啊！我個老婆結果好短命，一早死咗。嗰個係死別，薄命。顧貞觀個老婆剛啱死咗，你就一去咗20年，呢個就係生離。薄一個薄命，一個長辭知己別。問人生到此凄涼否？嗰啲人生到咁夠唔夠凄涼啊？千萬恨從君否？所有嘅仇恨，我而家話晒俾你聽。我所有嘅痛苦，輕生身未吳丁丑，共些時冰霜吹折，早須蒲柳。思婦從今雖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願得何清人壽？舊日急翻行樹稿，把空名料理全身後。言不盡官頓首。嗱，你就係辛未出世，我就丁丑出世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咧呢一個漢姐咧就係大佢7年。嗰陣時一個40幾歲，一個40歲，即係咁樣。呢個吳兆軒係大呢個顧正觀7年，因為丑未咧係相沖嘅。大家記得，凡你一相沖就一定係隔7年噶啦。其實唔係年紀唔係咁大，充軍咗咁多年，即係吳兆軒係47歲，呢一個顧正觀40歲，但兩個已經老晒已經係，因為共些時冰霜吹折啊，因為受咗人生太多折磨，好似個蒲柳咁，一早就衰落。而家仲作咩？以後唔好作咁多師傅啦，即係當初大家咧作師傅出名，師傅從今雖少作，因為要留翻個心喺度。留取心魂相守，希望用少啲嘅心力，大家留翻有日可以個命長啲，大家可以再見到對方。
但願得何清人壽。歸日急翻行書稿，而家好急寫啲嘢出嚟寄俾你，把空明料你全身後，即係唔好再計嗰啲空明嘅嘢啦。我同你之間嘅嘢係完全講唔盡嘅，言不盡，講亦講唔盡。佢係顧貞觀嘛，官頓首，我喺呢度就向你叩頭。咁結果即係呢一個，即係納蘭容若，即係話佢話10年太耐啦，5年啦咁樣，搞唔搞掂？5年即係其實到最後嚟講係使好多錢，即係打通好多關節，最後自己去康熙去翳康熙喺4年幾後，呢個吳漢姐就可以就終於係放翻嚟，即係咁樣。嚇！所以呢個係一個呢手嘢幫佢減咗5年啊，生活即係文學嘅威力好犀利啊！嚇！咁就係即係尤其是我再讀一次啦，大家即係明白晒就會明白嗰個感覺或者友情。貴子平安否？便歸來平生萬事，那堪回首？行路悠悠誰慰藉？無勞家貧只有，記不起從前杯酒。離沒博人應見慣，總輸他翻雲覆雨手。兵與船舟船久，淚痕莫敵牛，衣頭數天涯依然屈辱，幾家能夠？比至紅顏多命薄，更不如今還有。只絕菜苦寒難受，20載包雖成一諾，盼烏頭馬國終相救。自此後君懷舊，我亦飄零久，10年來心因付盡，死生師友，宿昔齊名非舔舌，試看道令消瘦，曾不減夜郎散手。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凄涼否？千萬恨從君否？君生身沒吳丁丑，共些時冰霜摧折，早須蒲柳。師傅從今雖少作，臨取金心魂相守。但願得何清人壽？歸日急翻行書稿，把空明料你全身後，言不盡官頓首。所以話呢一個講友情嘅呢一個係又係一篇代表作啦。